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7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耶利米书第10章第1节到16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形象。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所以看到人就应当要如同看到上帝才对。可惜的是，就如同俗语所说的，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好人有坏人。那么谁可以代表上帝的形象呢？是长胡子的，是胖，是瘦，是高，是矮，是俊美还是长得一般的呢？简单来论，上帝的形象是没有形象的，所以任何追求上帝实体形象的都是在拜偶像。耶利米书第10章第1节到16节，先知提到了拜偶像与真实的敬拜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他这样说：你们不要随从异国的风俗习惯。虽然他们被天空奇异的景象骚扰，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的惊恐。他们所信奉的毫无价值，只不过是林中砍下的木头由匠人所雕刻，用金银修饰，用钉钉牢，使他们不至于跌倒。他们的偶像好像瓜田里的稻草人，他们不能说话，不能走路，要人抬着走，所以不要怕他们。他们不能加害你们，也不能帮助你们。上主啊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，你真伟大，你的圣名大有能力，你是万国的君王，谁不敬畏？你应受尊崇，列国的智者和君王没有一个比得上，他们都愚蠢无知。他们能够从木头偶像学到什么呢？他们的偶像镶着从他施进口的银，从无法输入的金。他们穿着蓝色、紫色的衣服，都是木匠、银匠的创作。上主啊，唯有你是真神，是永生的上帝，永恒的君王。你一震怒，大地震动，你的怒气使万国站立不住。我的子民啊，你们要向他们宣告，偶像不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他们一定要消灭，从天地间消失。颂赞上帝的事。上主以大能创造的大地，他以智慧建立了世界，以聪明展开天空。他一发令，天空上的水澎湃，他使云朵从地平线浮现，他使闪电从雨中发光，他使风从自己的仓库吹出。这景象使自觉愚蠢无知。金匠对自己造的偶像失望，因为他们造的神明虚无，没有生命。偶像毫无价值，荒谬可笑。上主对他们就要消灭。雅各的上帝不像这些偶像，他创造万物，选召以色列做自己的子民。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的统帅。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了上帝的形象。保罗明白地说，上帝是看不见的形象，
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，经文说到，爱只是那看不见上帝之像，是首生的，是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在他的里面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权位的、统治的，或是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所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着他存在。他是身体教会的头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，好让他在万有当中居首位，因为上帝喜欢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面居住。借着他，上帝使万有与自己和好，无论是在地上的，在天上的，都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来促进了和平。从前你们与上帝隔绝，心思与他为敌，行为邪恶，但如今他借着他儿子的肉身的死，已经使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，把你们献在他的面前，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。只要你们持守信仰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动摇，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见的福音的盼望，连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，我保罗做这福音的仆役。耶稣是看不见上帝的形象，而他所展现的那个形象却是一个生命的特质。我们说一个印象，英文叫 image， 就是形象，爱人的形象，和平的形象。基督徒就必须要活出这样生命的特质，来促进和平，来展现爱，来代表上帝的形象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缺乏，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，他使我心灵复苏，他照着应许引导我走正路，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，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的恩惠慈爱终生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呼召我们成为门徒，领受恩福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，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，也使人透过我们就如同看到了基督，看到了上帝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